老师，我们中间请，我们先跟讲座合影留念好吗？谢谢。好，教育文化演讲得奖的是。You are right。生活平民凤山乡土记事，教育广播电台爱动电台，恭喜恭喜！这个节目是以户外多样化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得奖的心情啊。其实，在刚开始我们典礼一开始的时候，两位主持人就跟老师先开了个玩笑，果然是好兆头，让老师就一举得奖啊。对，那我们要不要跟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以这个主持人身份得奖的一个心情？好，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我的年纪并不小，但是我在广播界是晚辈哈。但是晚辈真的是说这个奖，其实从一个去年才开始主持哈，从一个晚辈的一个定义而言的话，其实这个奖我真的是想分享给其他的广播人哈，因为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节目它是跟我在台北做的台北文化护照，因为我们每一年会有100多场的免费的公益活动，然后这个节目某种程度其实是在配合我们那个活动的一个推广哈，所以我刚刚在台上有讲说，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个奖是附加的，因为那个从事教育文化的工作跟教育文化的推广，其实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对于在广播里面可以有一年50几次的机会，把自己推动的这个免费的文化公益的活动能够传播出去，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平常办活动最多就是50、60、100、200人参加，可是电视广播就是有它的一个就是传播性，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节目，可是那一些参加我们活动的各个老师，他可以在广播里头分享他们对于台北的很多专业的知识，以及我们推动的这种文化漫游跟深度的在台北的文化旅行。所以我会觉得说做这个节目已经很开心了，然后又可以得这个奖，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我如果说什么奖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我已经得到奖了。我觉得节目本身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这个奖其实是一个我怎么讲附加的东西哈。那我也觉得作为一个晚辈哈，虽然其实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做广播梦是我先生的梦，不是我的梦。那虽然我现在一直在学校教广播电视 ，OK， 所以他有很多专业的。以他来看，像我这样的人，从小也没有好好训练过字正腔圆，他常笑我说讲话还会吞口水的人，怎么竟然会得这奖？但我想关键是教育文化的内容，不是我主持的多好啊，真的就是教育文化的内容哈。然后另外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我自己其实有预感会得奖的，OK。可是我今天来就会觉得，就是我虽然有预感会得奖，可是我看台上跟我隔壁的其他的那一些得奖人，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参加一个邮轮的 party， 只有我穿着上班的衣服来，人家穿的都是邮轮的衣服哈。不过我想我跟广播电视金钟奖是有一点缘分的，因为我其实跟叶树珊一样，20几年前我是电视编剧哈，我有金奖入围，然后我们制作过的新闻节目经验也有得过金钟奖，只不过我都是幕后的人员，编剧跟制作人，可是这一回是幕前的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好笑，你知道吗？目前这件事情好像20、30岁做的事情，人怎么40、50岁才突然？不过也不是，广播电视其实还是幕后，只不过这是个人，这是个人讲啊 ，OK，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经验。恭喜韩老师，韩老师太谦虚来称自己晚辈，恭喜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您。